气象署预告下晡到暗头会发布红的海上风台警报，明仔载发布陆上警报，风台可能伫拜三暗时登陆台湾。气象署指出，市面上有15万粒的卵验到粉去年农业残留超标，嘛已经卖到全台湾9个县市的专人风坑林卖场，要求全面回收。日本的研究员昨下晡发现规模6.7个地震，嘛发出海中的警报，附近的港口观测到10到20公分悬的海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台语台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咱来看今仔日透早台北甲东部地区雨是拢落袂停。气象署表示讲，受到东北季风甲风台瓦近，愈暗雨会落愈大。明仔载嘛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都拢会开始落雨。气象署上紧伫今仔下晡到暗头第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明仔载透早会发布陆上警报风台嘛有可能伫拜三登陆台湾，所以民众都要做好准备。风台愈来愈接近台湾，加上东北季风落南，造成北部、东半部落大雨。气象署表示，因为风台一直向台湾来，愈暗雨会愈大。预估拜2、拜3全台湾拢会落大雨，尤其大台北、宜兰、花莲可能有大水雨。除了雨水，气象署嘛表示，沿海地区外岛拢要特别注意有强阵风。主要的降雨还是偏向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的这一带，但是中南部的这一带可以看到，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可能在11号的下半天开始，也会有一些降雨开始出现。而到了12号周三的这一段时间呢，比较明显降雨的热区偏向在中南部还有花东的这一带，有可能会发生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气象署指出，目前风是一个中度风台，位置伫南海，伫行向北边的过程中，受东北季风影响，强度会减弱，变作轻度风台。气象署上紧伫拜1下晡到暗时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2透早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风台会伫拜3登陆台湾，伫拜4离开。台风逐渐接近到台湾的西南方海域，并且有机会在周3、周4这段期间通过台湾陆地上空。那届时呢，这段期间其实不是很支持台风它的发展，再加上台湾的地形的影响之下，台风的强度有比较明显减弱的趋势，所以在接近我们以及在通过的这段期间，可能维持在轻度台风的程度，也不排除到时候的强度会再进一步的减弱。气象署嘛提醒民众，这礼拜爱避免去山边也有海边啊，因为落雨落真侪天，爱细致山区有可能发生水崩山，提醒民众爱提高警觉，注意风台资讯。记者陈心彤、王世光台北报道。来看屏东东港的东流线，今仔日透早就有真侪游客是赶紧返来台湾。业者嘛宣布讲，伫今仔下晡2点半开始，特别全面停驶咯。另外一寡种冷雾的农民是烦恼讲风台要来咯，所以赶紧甲恁雾套地来保护。船仔入港，民众落船，大家趁风台要来进前，赶紧返来。东流线的大厅嘛，拢无虾米旅客空，风台愈来愈要紧。屏东东港东流线业者决定，车闸船只有载到下晡11和12两天全部停驶。嘛有小琉球的居民要赶回去做风台准备。不要趁台风还没来之前，先提早回去做防台。因为这个台风的走向可能就是小琉球那边要有一点防范措施的。民宿老板就有提前通知我们说，今天船班最晚的到2点半而已啊。昨天我们去琉球的旅客还是不在少数啊。那所以还有再加上前天还有琉球乡亲滞留在那边的，下午2点半之前，我们会不断的派加班船。农民甲也未熟的冷雾赶紧用落包起来。屏东南州是乌珍珠冷雾的产区，种植的农民表示，目前冷雾过境大细差不多2到3公分，要包无好包，若无包细粒冷雾，袂堪这风吹，风若扫落去，就落甲贵个。规年的心血就乌有去啊！希望这摆风雨会使较细咧。木头起来，伊会去咧扭去啊，伊迄个甲树干啊，迄个摩擦就黑掉了，就果粒就不漂亮了啊。今年到11月，阁有风台要来，早起恒春小琉球的海边已经开始有灯影出现。气象署表示，风台下晡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屏东南边就会开始有风雨。县府嘛提醒民众爱提早做好风台准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红红台挖机目前离奇的稻仔长的收获，婚林有农民是真烦恼，讲稻仔会浸水倒长，影响到收成，所以这几天农民是赶紧在抢收。西丽农会3个稻仔的打色厂嘛宣布讲，这几天会24点钟来收稻仔。也毋过农会嘛提醒农民佫还未到分的稻仔，就毋通赶紧抢收，去影响到品质。天已经暗嘛，机器后伫田内底挂稻仔，最近风台愈来愈近。根据气象署资料显示，为台湾西半部登陆的几率悬。目前多是2期就做收挂期，分量有农民烦恼稻仔，恐惊互风台吹倒，甲浸水，赶紧请大经业者来抢收。原本我拢是按算后礼拜才要采收，啊，惊风台来，伊若风大雨大的话，我这膝盖有可能会倒去。都满的啦，基本上就是。因为都要抢歌啊，因为都怕天气到时候台风太恐怖太严重的话，会导致倒伏。代挂业者表示，最近一天接到数十通电话，拢是农民要有约挂稻仔，先透早就出门报名才转来，直至上济也干能挂3架地。西丽农会是启动紧急应变措施，宣布3、7个看守厂24点钟袂休困。只要今日你挂掉机有去做挂掉机，你挂起来我就今天开始24小时无休专门来收，把恁收掉收起来行的呢所以互咱的农友会当讲你这段时间如果伊的车已经有够远会使收挂。即马讲延长，互恁收，恁会阁接无？会啦，咱对阮挂稻仔机的人较好啦。西丽镇农会表示，今年2期17个收获计数70开盘，每100台斤上悬是24到25.9度，1220块，计数袂歹。平均每分地收成差不多1400台斤。啊，毋过湿度愈悬，计数愈低。若稻仔还未熟，毋通抢挂，则袂影响收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一间两家场，和中华卫生局验出讲有农药芬普尼超标，有可能会致癌。发现讲有15万粒的鸡卵，嘛已经卖到9个县市。卫生福利部是有公布相关的资料，民众会当去查，看家己敢有去买到出问题的鸡卵。非洲伫这金门禁台措施拄放零，当鸡卵所也发生食安的危机。11月初8，中华一间鸡寮生产的鸡卵，去互中华卫生局验出有砂糖质芬普尼的成分超标，这是一种致癌的成分。大约15万粒的鸡卵流对桃园、新竹和台中等9个县市的全联和饭空等等的通路，各县市当地进行回收的作业。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表示，伫源头鸡寮来开闸时，并无发现相关的农药。不过，因为四周拢是田，敢是受到环境污染，要进一步调查。那这个畜牧场周边还是有一些稻田那至于说是不是哪一个原因，还是需要在相关的单位一起到现场去了解那进一步去稽查一些。那这段时间它是不是有用过，或者是说有使用到哪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可能遭到污染？那这些都要进一步的去调查、去理清。太热，像我们如果器里面的话，抓那个鸡，它都有那个里面的寄生虫都跑出来。喷出去它会饲料一定会掉到饲料里面，会一直吃到。残留。针对有问题的鸡卵，卫福部已经有公布资讯，民众通检查这鸡卵顶头喷印的字来看。其中验出问题的畜牧场含洗选场的编号是 I47045，然后嘛通检查日期。若是发现厝内鸡卵的塑原码有符合，卫福部是建议消费者停止使用，也通提发票去甲店家退回。这个农场不论批次。目前当然它还在农场里面的蛋已经是禁止上市了那么已经在市面上的不论批次，全面性的预防性下架，然后呢再去逐批的化验。卫福部长表示，目前检验也未完全结束，所以针对源头的鸡寮生产的卵是拢先有风险回收。卫福部表示，若是食品残留农药，也是动物用药含量超过安全量，违反规定，通以按法来开罚6万以上2亿以下。另外，针对目前详细检验资料，还有流程等等，卫福部表示会伫咧下晡2点召开记者会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宜兰县发现讲，常常拢有人去偷倒粪扫，县政府即马要编预算，伫县内造成北宜甲苏花公路东2段的客闸站，要来增设车牌的辨识系统。然后3只车伫县内停留超过2点钟，就会来调查。
沙石车驶入客闸站，将相关资料予关府的人员查阅，也会将后道开检查。宜兰县头城的石城客闸站，即马也阁是用人工的方式检查入境宜兰的沙石车。不过最近县内真侪所在，互人偷盗废弃物，所以县府伫咧客闸站装车牌辨识系统。我们设置了这个车牌辨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要全程掌控这个卡车进来我们宜兰之后，他有没有依照他的车单。县政府伫咧石城客闸站向地方说明政策，规划要编155班的预算，伫石城北宜甲苏花公路东湖段的客闸站设车牌辨识系统，只要沙石车入境宜兰超过2点钟也无离开，就会将资料提供给警方或者是环保局等单位。我想还是有很多各面向跨单位跟跨局处的一个配合，我想这个更为重要。稽查站的10位同仁都是临时人员，也没有正式的人员来做编制的管控啊。不过有民代认为，客闸站有疏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客闸站即马拢无编正式的人员，而且就像客闸站也无地磅站来磅沙石车的重量，所以县政府应该加强甲公路局的经磅地磅站联络，若无差异会有漏高。以后的车辆，每一台可能都会要求装 GPS。来确定它的一个路径。县政府讲，客闸站所在无够大，正歹设地磅站，各个月拢会伫咧客闸站进行联合客闸，加强甲公路局分享的联络。人员管理的部分，每工县政府的科长拢会去各客闸站督导，以后会一年编预算经费，加强客闸站电子化，也要求每一台车拢爱装 GPS， 掌握因车行的路线，避免佫一直发生违法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初嘉义的大埔地震台南的山区灾情是真严重，已经10个月啊。台南的南西图书馆是阁还未整理，公有市场嘛还未拆掉。有民众就真怨叹讲，中建的进度真慢。市政府是表示讲，有真侪工程拢已经在进行啊。白石外观加上5回10式彩绘，伫这栋建筑物顶悬。这栋台南南西图书馆自1月21大埔地震影响，重创台南山区这卡刀已经10个月啊。在地民众反映，图书馆到达拢休馆，根本无任何动静。加上外观也是内底建筑会当看到壁损，因希望赶紧处理，莫搁钱造成乡亲无利便。南西公所讲，等咧招标会赶紧恢复好势。上班啊，要不然等足久啊啦。对啊，等够久啊。大家拢话声讲较紧，爱较紧的就对。对啊，啊无看到这套路用。图书馆伫去年的时阵，因为有申请咧耐震，拄着地震着安全问题，所以阮阁有另外申请经费，时间上有较慢一点啊。不过阮即摆嘛咧上网咧招标啊。另外一边，南西公有市场嘛受灾损影响，即马当咧拆除作业。虽然当时市府说暂时安排番仔摆档的所在，不过在地乡亲认为临时市场选择少，拢散散卖。那番仔怨叹2大公家一个货柜厝，这空间有影矮，有番仔转去北大牌地书市场散去，敢若有15大伫遮，业绩平应过6-4成。这拢散钱哦，乡唔知找要去对比。住在外面的人，他们那边就是有水果、菜、鸡肉、猪肉那些，走那边就不走我们这个货柜屋这里，所以我们这边影响比他们大。有在进行旧市场的一个拆除工程，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完成。同步市府也在推动相关新市场的一个外要设计的部分，先加速我们整体市场的建设开发，创造特色市场。市府表示，南西市场按算明年第2季正前会进行兴建工程，后续相关单位卖来开说明会。有民代呼吁市府动作要较紧嘞。市府是强调，在后中建牵涉到安全评估、设计参预算听书，因为并说让山区公共设施恢复正常。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新竹渔港的渔产直销中心的工程，本地今年10月就要启用。市政府嘛通知番仔10月初准备就当来刷起新的大楼，也毋过到搭是个还未完工，所以番仔这段时间拢无通做生意，是要靠无目屎。
原底应该是闹热滚滚的鱼市场，即马煞变做这款模样。新竹南寮渔港渔产中心因为使用超过25年，市府伫隔壁起新的，结果5档时间过去，原底讲摊商10月会当刷去新大楼，即马新的刷也袂好，规个已经互人拆掉，造成摊商这段时间无才调做生意。拢总300-400户安尼要食饭啦，对你来讲后迄边起好。 咱才刷过啊，落刷过爱时间，吼，1-2个月，咱拢无要紧，一定爱做。吼，啊，你即摆才甲咱拆掉，啊，咱要去倒位？造成这个摊商无法做生意的空窗期长达3个月，摊商只能够靠打零工来勉强过活。我想这个市府责无旁贷啊，到底为什么不能够等新的盖完再把旧的拆掉？ 要让摊商没有办法生意做。市府指出，工程目前已经进入验收阶段，包括消防以及机电系统。渔产中心未来主要是开放民众使用的所在，所以安全是上重要的代志。明年1月会当启用。直销中心作为公开使用的民生场域，安全优先是市府最高的原则。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验收，并进入最后的整备阶段。那有关租金的部分。 市府看渔会也已经达成了共识，将在正式启用后才会收取。渔员讲，其实年初市府就讲过，今年6月会完工，工程刷直前，完工时间变来变去，即马佫有新的讲法。虽然市府这3个月未收租金，不过摊商员讲，这3个月损失，唔知要找啥人赔。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 为日本来的这帮科技这几档是真受到欢迎，算一届300、500都有机会抽到大奖，也毋过嘛发生争议。即马三法局嘛已经讨论讲，敢要定自治条例来做管理。 酒吧地下嘅人真多，未少人后壁顶悬一排一排纸板去饮，顶悬有已经大半只添，有还佫空空。这是为日本来一幻想，开100块就有机会抽到热门 IP 大奖。这几年真受欢迎，不过也有未少人惊惊。基本上感觉都是有做钱，而且价格也比日本贵了1倍。会怎么说？因为价格都不一样。之前有在报那个万年大楼的事件。 过去一环奖爆发真侪件蹭签证据，根据统计，台北市消费申诉2024年8件，2025年4件。另外为2024年到即马，法制局也办理12张处稽查。有关有相关业者透过台北市议员反映，因为市面上欠管理机制，恐惊互不肖业者伤害规个产业。商业处这边有先定了一个相关的指引，给业者作为一个依循的参考。后续我们大概就会找相关的业者也好。 相关的团体也好，讨论说这样的机制是不是有需要去升高它的法律位阶。单一店家的一个负面消息，而影响了消费者他的上门意愿，其实对其他的店家，尤其是有认真去设计，而且是具有一定公平性的店家，也会觉得是不理想的。 所以呢，他也会希望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外部的法规，消费者的信任度是能够跟着增加。三法局汉上年底进行完成意见收集甲会诊，确定是毋是要定自治条例，各规定法规，行销学者乐观其成，认为相关规定提悬法律层级，对相关的整体观感管理拢是正面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 BBC， 因为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演说间接的手法受到批评，总裁甲新闻部的执行长已经是落台了。美国总统川普嘛随伫社群媒体铺文感谢台日电信报的报道 ，BBC 嘛暗示讲今仔会公开回释的。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总裁戴维甲新闻部执行长图内斯是落台，因为因的叙述纪录片电视节目讲角剧，方发现将2段川普演说内容剪辑连接，看起来就像伊对2021年1月7日国会3种不同进行煽动。规个事件来自每日电信报广播 BBC 编辑标准委员会外部顾问普雷斯考特提供的一份档案报告，针对伫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哈马斯战争，看性别期待甲川普演说等。 新闻的处理有过失。
But the BBC was slow to respond to the latest allegations, and I think they were flat-footed for 3 or 4 days when the story broke about the Michael Prescott dossier. 报道指出，讲甲行的纪录片中呈现一段传播对支持者讲，人爱同齐行到国会去，人爱奋战到底。也毋过，其实这几句话是伫个演讲中计划1点钟的2段内容斗做伙的。传播原本有讲到的是以和平、佮爱国方式，互恁的声音互听到，去互删除，也就是讲，这个间接方式会互观众误会传播是直接煽动暴力冲入国会。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大文感谢公布的每日电讯报。在会找到暗宣布时节，伊表示，甲所有公共机构共款 ，BBC 并毋是完美无缺点，将其为责任家己承担。新闻部执行长图内斯承认，确实犯了错误，也毋过也澄清 BBC 新闻部存在制度性偏见的指控是错误的。公司新闻黄伟林报道。缅甸政府搁在大动作要来抓诈骗集团哦。缅甸的军政府设备甲边境的诈骗园区150栋的建筑物，佮相关的设施拢拆掉。受到政府吞台缅甸边境地区政府管辖正定，所以真侪诈骗集团的集中地。一寡骗子用感情甲商业诈骗，伫网络顶锁定迄寡无界心的用户，每年诈骗金额几落百亿美金。真侪诈骗集团的人只好犯罪集团袂来遮，因过有一寡是家己自愿来。这寡园区内面一般拢有设备正豪华，互犯罪主嫌犯甲诈骗趁家800的员工使用。顶个月，缅甸军方宣布，因突击名声正歹的诈骗中心KK园区，查到2000外诈骗犯，因过有1500人走去泰国。根据国营媒体缅甸全球新广播报道，则有148栋建筑物，内面有宿舍。还有一栋4层楼的便宜，加一栋2层楼的卡拉 OK 娱乐设施。即马已经甲101栋的建筑物拆掉，剩下47栋正伫咧拆。国际媒体无法度随查证即款内容，因过自从缅甸军方开始突击加打，缅甸甲泰国境内民众不时拢会听到爆炸的声音。专家讲，突击行动规模无大，精心策划，有意公开宣传，目的是伫咧无影响伊的经济利益前提之下，回应国际社会要求打击诈骗园区的压力。中国是缅甸军政府的主要支持者，不过北京针对缅甸愈来愈严重，就中国的公民进行诈骗活动愈来愈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印尼首都雅加达北部一间学校内底清真寺伫初七爆炸，造成90来人受伤。警方嘛怀疑讲，其中有一个17岁受伤学生，有可能是嫌犯。警方伫发生代志的地点就回救防守线提前改变，因为这间学校初七发生爆炸事件，地点就伫校园内底清真寺，迄时阵有学生来祈祷。所伫熊熊爆炸声中，陷入混乱。有学生想起代志发生的时阵，依然是真惊吓。Yang pertama saya lihat sih, saya kepikirannya ya tentang diri saya ya, kalau takutnya masjidnya roboh atau gimana. Setelah saya kan posisinya di luar, jadi setelah lari itu saya salah satu yang pertama paling depan. Pas saya nengok ke belakang buat cek situasi, itu masjid bener-bener full asap sama orang lari-larian gitu sih Pak. 工作人员无用路标，忙赶紧恢复平静。不过，也是有真侪媒体伫学校门口，希望伫第一时间掌握案情的进度。根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报道，警方透露，这场爆炸意外受伤人数已经增加到96人，为小可受伤到严重伤势拢有，大部分拢是小烫伤，也有人住院治疗。目前已经锁定一个受伤的17岁学生，可能就是嫌犯，也无排除也有其他人涉案的可能性。 Catatan-catatan lain kita kumpulkan, termasuk juga kita melakukan pemeriksaan terhadap media sosial, lingkungan keluarga untuk mengumpulkan semuanya. Nanti secara khusus setelah lengkap tentunya akan dirilis secara resmi. 警方伫现场采取到可能是引起爆炸的粉，也有真侪证物来调查未成年嫌犯的作案动机甲背景。路透社指出，印尼过去捌发生过针对教堂甲西方目标的攻击事件，不过清真寺正做攻击对象是真罕见，也引起外界高度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关心风台的消息咯。中度风台凤凰伫今仔透早2点左右已经离开菲律宾。气象署嘛预告讲，若照目前的路线为台湾的中南部登陆的可能性是上大。
那真正登陆，买来真做是58档来，头一个伫11月份登陆的航太。航空航太最高限登陆菲律宾，伫东南部的比克尔区，风头好大，大范围停电。菲律宾全国有8万人提前有防性撤离。Marami pong nakapagsabi na malakas daw po, malaki ang bagyo na to, kaya pinaghahandaan din po namin. Siyempre po natatakot kami dahil baka sa gabi dumating, kung kailang gabi, saka kami tatakbo. 气象署讲，8月透早2点，航空航太中心已经出海，进入南海。往台湾过来了，对倒位登陆，就会看伊向北边西角度才知影。因果若照即马行的方向看，就有可能对中南部登陆。偏台湾海峡，然后东北上来，那当然也是有可能靠到陆地这边登陆。对，所以它现在登陆几率目前报起来是比较高啦，那是以中南部这边登陆机会是比较高的。8日受到东北季风甲风台外围环流相重影响，落雨的范围会自大台北以东一直到东半部甲恒春半岛。8、3、12风台更较晚，中心若登陆，落雨的范围会伫华东中南部较侪。13开始有可能已经减弱真济热带性低气压，到时落雨的范围会集中伫咧中部以北，因过雨会较细，可能8日尾仔晚或者是暗时发海警，8日早起发着上警报。像今天、明天，然后一直到周三，大概都还是有迎风面北部东半部这里降雨是最持续的。那中南部这边，它要等到它的暴风圈它的中心很靠近台湾的时候，会影响才会比较多。顶一个伫11月登陆台湾的航太，是1967年的极大航太。航空航太若是登陆，将会正做58年来第一个伫11月登陆台湾的航太。虽然已经秋天，不过大家也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航空航太要来了，林保署花莲分署伫早起7点，嘛将对马太安溪邦山湖发布红色警戒，讲雨乡万影乡红林顶开始撤离。花莲县政府嘛紧急宣布，讲雨乡今仔停止上班上课。北部明仔载今日放风台假咧，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会密切来注意。纯纯的海涌冲到岸边，受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影响，台东烟花已经出现差不多5公尺的长影，甚至超过爆花。避南溪也受风力影响，溪部靠风背山。用座机广播撤离，另外伫花莲为协助撤离的军中卡车已经进入光复乡。即马航空航太要8月接近台湾，林保署花莲分署针对马太安溪邦山湖发布红色警戒，光复乡顶3乡镇开始启动撤离工作，其中因光复乡超过1400人被撤离到各学校避难。所以花莲县政府进前也紧急宣布，光复乡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中午到1点，我们强制的撤离。我们目前呢准备6台游览车、10台的金卡车，然后大概4点以前应该可以来做好撤离到1435啦，量这人数蛮多的。一台车通过马太安溪便桥，今马邦山湖发布红色警戒，水过马太安溪便桥也会看水头水量甲邦山湖指挥变化甲暗控指挥监控管理站，无排除启动指出无入禁止人车通行的管制措施。预估雨量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值200mm以上，所以我们在早上7点发布了红色警戒。另外，北部地区严加代议，台北市长蒋万安透早也到风台应变中心听风台警备，对气象署有无航空风台侵袭的记录。台北市恐有69趴，外界关心是不是有机会停班停课。整个转向的角度、路径、速度都高度不确定，所以我们一定会密切掌握台风的动态，评估对台北市接下来可能造成风势雨势的冲击。相关的手法包括修坡、除树以及喷浆等等作业，那目前都已经取得暂时的稳定。台北市赶紧防止变坎出来，罗总统也提醒全国注意风台动态。因为它的路径非常罕见，特别是在花莲应该撤离的就要全部撤离，各县市预期会有好大雨量的这个土石流的潜势地区，也应该要做好优先撤离的工作。
罗总统表示，面对这摆正罕见的风台，全国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将上海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澎湖的渔港哦，有真侪船只拢来避风台，交通船佮东流线这2天卖停驶。桃园机场早起有航班受到影响哦，今仔早起就有2班要飞去菲律宾马尼拉的班机取消。风台愈来愈晚，澎湖风渔港的渔民用索啊甲渔船绑甲安。多几条这样。对，前后左右啊。会开的啊。伊若有最头前一个早，伊就袂遮头。渔船的四周边拢加绑索啊，也对外围的风柜西港所到快人撇好的风柜东港，公港也装沙包分给民众。离岛望安分局的警察甲消防人员装沙包分给民众挡风台。南海交通船要停3天，11月10号到11月12号。那11月13号呢？我们会是11月12号的海况再做决定。就那店家在免洗餐具。小琉球也因为这边风台，随着被尾帮船提早收，10月12 2天是拢停驶。当地民众甲店面看到尾帮船运补不出，要小琉球民众赶要登去。要趁台风还没来之前，先提早回去做防台。因为这个台风的走向可能。就是小琉球那边要有一点防范措施的。下午收班之后，我们的船都会驶向大鹏湾去做防台工作。澎湖南海交通船一个屏东的东流线交通船，都决定10月12 2天停航，13看情形才个决定。不过空中航班已经受影响，桃园机场2台飞菲律宾马尼拉的班机取消。如果你再不飞，你就要到礼拜4以后了，因为台风礼拜3来了。这边风台较可能自台湾的西部登陆，影响会真大，大家拢传咧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卫生福利部小署昨公布的上新鸡卵抽验的结果哦，计共是有15万粒的鸡卵哦，有农药芬普尼残留的问题。这有问题的鸡卵是袂调全台湾9个县市的专人佮防控顶卖场，嘛已经要求爱回收咯。也毋过高雄凤山的大专专人哦，因为无主动通知消费者，卫生局嘛表示讲会处罚。桃园丰康超市伫个2片区大广告，因为部分的鸡卵被验出有农药芬普尼，那提发票等办理退换货，7早起到消费者来退货退钱。说能不能退？他说可以啊，就把整个带来。可是我已经吃了，我说零散，他说没关系，你就有多少就拿来退多少。民众大量误食到芬普尼农药，还是可能会造成神经毒性，例如说意识不清、抽搐，有生命的危险。那在临床上，其实芬普尼中毒并没有特殊的解毒剂。小组联合地方卫生局进行伫传统市场超市顶进行检验鸡卵的农药残留，结果发现生鸡2片生酸卵芬普尼代谢物超标3倍，而且是为将化一间跳步场来进一步调查发现，跳步场生产的4批鸡卵拢无符合规定，分别卖予下骹9个2片项目，总共差不多有15万粒问题鸡卵，恐惊影响桃园市、高雄市等9个县市，全部爱回收。确认这些鸡蛋都是来自单一牧场，那也抽验这个西选蛋场相关其他的这个鸡蛋，检出芬普尼代谢物不符合规定。不过高雄市卫生局针对通路业者开出第一枪，因为风山大专人无积极回收问题卵，无主动通知消费者避患。再次稽查，发现该凤山分公司并未依本局指示主动积极通知消费者。本局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针对全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裁罚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小署表示，这跳步场过去无违规记录，卫生局会看情形照实按法，对跳步场罚6万以上2亿以下。农业单位也继续了解污染的原因，调查清楚感染源是为饲料、环境，或者是有其他因素，也呼吁民众唔通食有问题鸡卵。记者综合报道。这有问题鸡卵是发现讲农药芬普尼超标3倍，对早嘛发现讲哦，这个卵拢来自中华鼻头乡一间卵鸡场，目前嘛阁继续在对查。鸡仔伫人仔来徛几排，有的已经生卵。
中华鼻头已经饲鸡场生产的4批鸡卵，测到防验出有农药、分普年的代谢物超过标准，车闸中华关动物防疫所的人员去稽查。先了解它的，它这次为什么这个药物？中华关卫生局伫市面上咧卖卵内底验出分普年的代谢物，内底量有到0.03 ppm， 超过标准值的3倍。经过调查，有问题的卵差不多有15万粒，拢总有9项商品受到影响。鸡卵顶悬来源的号码拢是I47、控诉5，代志爆出来了后，是引起正人的议论。当然是有时候会担心啦，我注意就注意说它有检验合格了，是这样子，就会特别去看。对对，会看。可是就是怕那个心脏会有。没啊，因为它喷出来气，它会饲料一定会那个漂亮，不是那个会是吃到嘛。哦。残留会吃到。哎呀，会残留。验到农药啊超标，这个卖鸡卵的农民并无对外说明。中华关动物防疫所表示，这个饲鸡场有饲49000只卵鸡。采购接到卫生单位通知了后，随做移动管制，嘛针对鸡卵甲饲料来检验。因为它只要被我们检出它蛋里面有的话，那我们就会依据动物用药品管理法或进行裁罚，那裁罚的金额是6万到30万这个区间。中华关府强调讲，有问题的卵是伫咧一般的通路抽检出来的，目前要求共一个批号的爱全面拢落市。若是验出卵内底可能有相关的药品，会以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罚6万至30万。记者综合报道。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投服务区的停车场，伫车北半暝有真侪跑车来遮驾车，一暗晡就开出28件超速无下安全带的罚单。警方嘛强调讲，未来嘛阁继续会加强巡逻。前2天休困时啊，深夜南投服务区停车场煞也真闹热，唔但有进口车、跑车排几排，也大批车友聚集，甲大庭看闹热的民众。国道警察车北一暗就开出28张罚单，超速10件，无下安全带18件。车速限40可以再提高一点到50这样，因为交到下来本来就会特别快。交流我是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是做一些比较激烈或是危险的动作，就会影响到真的需要服务的休息民众。国道警察表示，迄暗有提早掌握消息，所以有派警力拦查。警方也强调，服务区遮见拜伫拜6拢有跑车聚集，阁会有拍铃浪直线加速，唔那影响服务区内安全，周边住户嘛反应真差。一般车距进来的时段都已经偏比较晚上，大概9点、9点半之后。那对我现场的摊商，其实我们专柜营业到9点都已经打烊了。拜六暗时应该去所以我嘛是针对因车友去去佚佗，去伫设定拢伫咧吵的时阵，阮甲做者专人去甲防治安尼。国道警察提醒，服务区限速40公里，也表示对7月开始就已经伫假日的时，伫南投服务区掠超速，结果遮车主掠唔惊。警方表示，后续会继续加强巡逻，加强处理。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桃园机场常常拢有非法的车到机场去接送人客哦，最近有驾驶看到警察来就赶紧要逃走，实在是真危险。所以机场的警察嘛提醒民众，都唔通坐非法叫客的车。停车！停车！行李搬入去后道，人客也才上车。驾驶看到航警要过来查，就着急后道的行李挂也无看，就吹油门逃走。这样真的比较危险。我很少在这边直接做类似像拉客这样子，通常都是黄牌计程车，要不就是加人站。代志发生伫咧初9日到2点外，桃园机场的第2航厦西山路，尾仔航警除了依照违反公路法、甲违反民用航空法采取以外，另外红线违规临时停车，不予警察指挥稽查，无依照规定拍方向灯，甲看过造化线等违规行为，拢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会当罚12400到3万6，并且吊扣驾照6个月。为考量现场远景及旅客安全，故未强制拦停该车。针对本案驾驶人与违规揽客行为人共同违反揽客，本局后续将通知2人到案说明。航警局保安大队每天拢有排巡逻，处理违规载客。今年1家到11家，总共处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27件，公路法353件，
民用航空法209件，将会继续加强巡视入境大厅甲周边的范围，强力执法，也提醒民众千万唔当坐非法载客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病院的团队成功执行亚洲头一个心脏移除了，可以当继续维持性命。这个病人因为心脏的功能衰竭，无法度依赖传统的治疗，也毋过经过手术了后，已经恢复了真好了。今仔人嘛出现伫记者会。是亚洲第一次这样子的做哈，以前即使是植入心室的辅助器的时候，心房都还是保留着哈。那目前我们是把心房、心室全部都拿掉，然后装了2个心室辅助器，模拟人工心脏。好，那希望能够给病人买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好，那最后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还是需要做心脏的移植。我们也在这个地方诚挚的呼吁哈，希望我们在这个社会大众能够发挥大爱。医疗团队指出，讲这个案是一个46岁查甫病人因为心脏的功能恶化了真紧，经过真侪届的手术，嘛是拢无法度稳定，所以团队又是采用真创新的方法，用辅助器来代替心脏的功能。伫手术了后，这患者虽然无心跳，也毋过依靠辅助器会当稳定来供应血流，嘛来是，所以手术了后效果嘛非常的好。再来看卫生福利部提悬不孕子宫癌的补助3.0的方案，11月开始头一届申请，太太若还未满13、19岁，头一届疗程上济是当补助15万块；45岁以下，上济是当补助13万。万丰的歌手者37岁结婚了，想要有囡仔，7半年无成功，就走找专业医疗。毋过伫进行第一摆子宫咽癌意外失败，期间佫接受3个月免疫治疗，最后努力得要1年成功有囡仔。省政府补助方案之下的25000个婴儿，即马9个月囡仔是真健康。那这就是我们的结果，那就谢谢政府的补助啦，也谢谢大家的时间。对。未使翁某求助过程耗费时间甲金钱为严重负担，卫福部推出补助3.0方案。申请时阵用太太年龄为准，伫第一摆疗程补助，阿比39岁上悬15万，比2.0方案提悬5万；39岁甲阿比45岁为10万提悬到13万。另外，第2、第3摆疗程也分别提悬到10万甲8万。有时候在第一次的疗程可能未必会成功，所以我们也针对在每一胎的这个第2次跟第3次的申请，我们也加高这个补助的这个金额。少子化已经正做个案问题，佫造成劳动人口继续减少。比是2015年，15到64岁劳动人口上悬有1700万人左右，毋过2014年已经减少8万人，那照这出世未来佫较严重。到2070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口15岁到64岁还会再下降900万，好，所以这个是台湾最严重的问题。卫福部希望提悬补助，予生囡仔意愿的翁某用较早规划，佮安心接受治疗，佮呼吁包含女性25到35岁黄金生囡仔期间，愈早用提悬成功率，甲确保母婴仔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苏台湾特有的正水鱼到柑仔已经剩无到200只了。今年嘛，红列做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中山大海研究团队调查嘛发现讲，这款鱼是来自菲律宾的北部，是透过洋流收来南苏。地理鱼领甲鱼尾有真侪条纹，喙皮有乌豆红的斑纹，是台湾特有珍贵的保育类蓝苏温家湖的特征。也毋过中山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发现，因原生地其实来自菲律宾。国际的一个探险家 Heiko Blair 在网络上放上这张照片，就觉得它跟台湾的蓝鱼吻虾非常的相似。然后那时候我就去跟廖德义老师讲，对，然后他说，确实是蛮像。将药水加伫检体中准备做基因定数，研究团队几日摆去当地调查，确定这种无鉴定种文家虎甲分布伫南苏的南苏文家虎是同一种物种。经过现场分析判断，南苏文家虎是透过洋流扩散到南苏。那个黑潮是由南而北流，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从吕宋岛扩散到台湾来。南苏文家虎伫菲律宾主要分布伫吕宋岛北部溪流，虽然数量袂少，也过因为会当食加上适可贵，真侪商业草茶，生态无啥乐观。水质能见度都是非常差的，非常的浑浊。
对，然后再加上当地正在新建一些水利大坝，还有一些发电厂。在兰屿吻虾虎的保育，其实实际上都还值得再持续进行下去，因为它毕竟在台湾分布的数量本来就非常的少。南屿吻虾虎伫南屿因为溪流、阿摩土质数量也只剩无够200尾。研究团队认为，台湾爱继续保育，佮改善生态的环境。若无物种无法度生态，会是台湾生态无法度计量的损失。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2024年杨松子的小说《台湾漫游录》摕到美国国家图书馆奖，这嘛是头一届有台湾人得到这种奖。这本册透过游记甲假释来讨论台湾的历史甲身份的认同，最近嘛阁得到53年奖的肯定。我书写是为回答台湾人究竟是什么人。而我持续的书写过去，是想要迎向更好的未来。杨尚祖的小说《台湾漫游录》在2024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甲日本翻译大奖，各当上无翻译做13个国家语言，也拍开台湾文学的国际知名度。小说写2位女主角由台湾食好食美的过程，书写殖民者比殖民者之间性别和身份等等的议题。杨尚祖讲会对假释来讨论什么是台湾人，就那像问讲什么是台湾历史，10个人10种答案。伊认为上要紧的是咱互相有共识，要伫台湾共同生活落去。我认为台湾人并不是基于血缘，不是基于语言，不是基于信仰，不是基于先来后到。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认同，在各种不同的族群，可能彼此有摩擦、有冲突，但是有协商，有讨论、有沟通，而我们找到答案。杨尚祖的本名是杨玉珠，甲已经过身的双生小妹杨玉辉，同齐用杨尚祖的笔名。杨尚祖讲用历史结合女性正义来书写历史结合文学，伊也积极参与公民运动，笔杆接力。杨尚祖讲，过去掠准家己是外省人，后来发现家族伫台湾上无有100年，嘛因为受到野草唔合运、日头火运动的影响，意识到中国和台湾的无同，才互伊转向坚定台湾认同。杨尚祖指出，台湾文学史的发展定甲政治局势有关系。伊认为文学除了社会关怀，也通对国际交流做出贡献，增加外国对台湾的好感。台湾没办法看到自己的东西，应该也是殖民之下的结果啦。我们重新去看到台湾，重新去挖掘台湾自己值得诉说的东西。甚至我会说，艺术家或文学作家，我们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我们是提炼出美的那个人，就是我们有提炼出美的技术，我们必须把美提炼出来，去向其他没有这个能力的人示范说，我们如何可能美。杨尚祖唔但文学贡献，嘛深化社会对台湾历史甲身份认同的探讨，也可以受到53年奖的肯定。针对未来的创作，杨尚祖表示，咱的历史总是较欠缺女性的形影甲角度，伊讲会继续透过小说的创作，甲台湾的女性表现出来。记者卢尚如、林秀凯给人报道。再看中华职棒乐天桃园，今年是摕到头一座的总冠军。不过昨暗时发布消息讲，球队的总教练古久保健二要离开了，新球队的教练团会搁再公布。拄则请赢办好游行，中华职棒乐天桃园今年摕到换头家了第一座总冠军。不过最到伫同办的亚洲职棒交流赛了，球团发消息，总教练古久保健二要退啊，新球季教練團的內容確定了才公布。今シーズン戦った選手の頑張りに本当に感謝します。もっともっと皆さんの笑顔が見たいんで、また来年もパレードができるよう。しっかり頑張ります。大部分的球員攏是比賽後才知影總教練歹做啊。古久保健二也甲球員一個教練談會，強調真遺憾無法度繼續帶大家。愈講目屎愈乾掉嘅。樂天桃園今年球季自一開始大家攏無看好，不過自季後挑戰賽一直拼到總冠軍賽，佫摕到冠軍。不過即馬佫傳出意外消息。
露天发的信息讲，感谢古九堡总教练4年来的贡献，球团的领队木野信辉讲，在交流赛最后一场向球员甲教练拍招呼，强调是双方基于合约的立场、合意的结果。伊若问讲换总教练的代志是毋是传真久啊？伊讲无方便讲，伊若教练团部分是每一位拢进行面谈。记者综合报道。欧美国家都已经准备要过圣诞节咯，咱来看奥地利的维也纳，即马已经有圣诞市啊。伫遮出名的古迹美环宫的头前哦，即马是已经真有圣诞节的气氛咯。圣诞树一粒红点都发出灿烂的光芒。圣诞节要有一个外围，也毋过伫文艺气息真高的奥地利维也纳，美沙宫圣诞市集已经盛大开幕。各种特色美食、节庆手工艺品，拢互游客行袂开卡。I would say it's very magical. It feels like a Christmas land, and I think this one is special because it's near the palace, and I think it has a lot of Austrian specialties here. 美沙宫是奥地利帝国伫18世纪起的巴洛克风格宫殿，也捌是有名的西西公主生活的所在。后来加做维也纳重要观光景点，对真侪奥地利人来讲，伫精美的宫殿面前庆祝圣诞有特别文化意义。In Schönbrunn ist es besonders schön, einfach weil es ist ein großer Markt. Es ist direkt vorm Schloss, was auch super toll ist, und auch das Design von den Hütten, das passt super zum Schloss dazu. 维也纳今年圣诞气真高，有14个圣诞市集，为11月初就开始，一直继续到元旦过了后，无论是外地观光客，也是当地居民，都会当享受温馨的节庆气氛。公司新闻有派顺便译。宝宝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